小美，好热啊！正在开机，并已为您打开制冷模式。不行，今天太热了，风大一点，对我吹吧。已为您调到18度，风速调到最大，开启风吹人模式。屋里有点湿，又有点霉味哦。好的，已为您打开除湿和新风系统。小美，呢個意義係咩意思啊？空調顯示意義錯誤通常表示外機傳感器故障或室外環境溫度異常。